一寡重大的交通建设，包括南回改、南回铁路电气化、甲苏花改等等，拢伫选前这一个月宣布通车。这是引发着外界的质疑，讲这是政治通车，讲执政党为着选票强杀者的政绩，是不是会影响到工程的品质呢？南回改工程经过10冬，总算全线通车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自开2马车，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。真的很辛苦了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视察代替成功对分段，铁路线规划工程特别送加菜金，也佮强调苏花改就伫明年1月提前通车。这么多重大交通建设真巧合的，拢伫选前1个月内宣布完工通车，嘛被质疑是所讲的政治通车。这个是平时有做功课啊，不是啊，这个画自己的跟档哈，他厉害啊，所以我想这个一些批评哈。事实上是对这些工程人员也不公平，不必去计较，更不必把这个去做文章或者做政治的攻。